他要参选总统，所以他最近非常积极的攻击桃园前市长郑文灿以及高雄前市长陈菊。例如以下这部他抹黑桃园市负债1400亿的画面。郑文灿当桃园市长，你就要查看，他8年负债增加多少？超过1000亿。1454亿。然后呢，现在国民党执政的桃园市府财政局局长欧美环，他有回应说，桃园市现在其实负债只有346亿。现在桃园的负债大概是多少？长期负债是196亿，短期是150亿，加起来就是346亿。所以我说啊，柯文哲，你跟张善政要不要先打一架？打完再决定一下桃园市到底是负债多少，好不好？接着呢，柯文哲又很爱提那个陈菊负债3000多亿。陈菊当完市长，高雄的债务变3000亿。其实啊，那3000多亿又不是陈菊一个人欠下，当初国民党的吴敦义他留下了债务，然后当初国民党的马英九他也不给经费，那再加上高雄县市当初合并债务整合在一起，最后呢，陈菊一肩承担这所有债务，结果被你柯文哲拿来当作是说嘴的素材。所以啊，阿北，你不要为了选总统到处抹黑造谣，好不好？